讲到咱热清总统出访太平洋游邦过境美国夏威夷，有学者认为，这台美关系看会出有明显的进步，尤其是美国所安排的参访行程，这正正就是台美目前重点推广的自我防卫相关议题，嘛表明台美合作防范中国的强烈决心。 中共的巡逻登陆舰、龙虎山舰7号发现为台湾东北部海峡路舰，也有电子侦察舰天权星号，已经伫宜兰欧洲偏东方大约30海里的所在真侪降落。中华民国空军正护送总统出国。 总统热清着出访的时阵，国军也感觉到3架自强机超越海峡中线，侵扰咱北部甲西南空域。国防部严密监控，尤其热总统过境美国夏威夷，毋但美方接台战机突破，也参访亚利桑那号舰舰纪念馆、吉兰管理所。不过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认为，无法度过境美国本土是一个危险，引起民进党立委回击。建议把地球仪拿出来看一下哈。 到南太平洋3国去访问，你要过境美国本土，那个是既不方便啊，也不舒适，也不顺路了哈。那个反而是勉强可以。不进入美国本土，不仅是台美间的默契，更代表美国现阶段在美中台3边关系上的立场，并没有刻意过度要刺激中国大陆。 中国外交部强调，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，反对台湾领导人以任何名义串美，除了严厉谴责美方，并且提出严正交涉。刘委会回应，赖总统依照惯例过境美国，受正当权利的行使，中共是无权利来批评。 总统去了好几个，其实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这个地方，包括像是亚利桑那战舰紧急这个救灾署。好，那这个紧急救灾署它其实是有这个准军事性质，因为它是要负责调配夏威夷的国民兵，其实是这个有高度的这个实质意义，也有象征意义。 学者认为，夏威夷是美国一州美方行程安排，切合台美即阵推广的自我防卫论成者议题，也彰显台美共同防堵中国强烈的决心。尤其美方搁再同意对台军售，学者认为显示台美关系已经建立一定共同的了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